由高雄市唐氏镇欢喜协会的表演为这届活动揭开序幕。由统一超商所经营的仁德服务区，这几年积极举办公益活动，将伫25号、26号2天举办“爱在仁德，一块做公益”活动。现场邀请想你手作工作室、台湾地协会以及台湾雷特市镇朋友关怀协会、宜林之家关怀协会等公益团体甲小农到场设摊。现场除了会使品尝到当地农特产品，嘛会使做公益。高公局以及统一超商上场主管嘛拢亲自出席支持做公益。很高兴统一公司能够跟高工局在一起，在仁德服务区这边，除了为我们一般的用路人提供服务以外，能够为在地农民还有公益团体弱势的部分尽一分的心力。那在服务区做公益跟推广这个农特产品本来就是高工局的一个政策。那我们希望说，以后我们在任何一个服务区都能够看到公益活动，都能够买到具有当地特色的农特产品。事实上，我们整个仁德服务区在定期的时间点，我们都会举办这样的一个公益表演，甚至在这个假日的时候，邀请我们所有的公益团体来做这样的一个演出。那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廊道，也有一个公益的一个廊道，做这样的一个布置，还有包含来做一个回馈哈。那也都希望达到在做企业的过程当中，能够来做关怀社区、关怀邻里的一个部分哈。统一超商嘛将代表仁德服务区做爱心，只要车辆伫活动2天来到仁德服务区。每一台车各捐1块予雷特市镇朋友关怀协会，希望社会大众会使共同响应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你为什么不帮忙？我正在帮忙啊！现在只要用手机缴费，就可以抽扫地机器人。有了 BB 行动客服，生活更轻松。赶快下载 BB 行动客服，缴费抽大奖！